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推出决议案，将中国侵犯维吾尔穆斯林人权的状况定性为种族灭绝。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宁和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率领多位共和民主两党议员星期一推出新决议案，要求将中国在东突厥散侵犯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权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这些决议案将根据1948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追究北京当局的责任，并展开国际社会合作的协调工作，制止人权侵犯和虐待的行为。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对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进行了卑劣的种族灭绝运动。提出决议案的科宁参议员在声明中说，这项决议认定这些罪行的本质，也是向中国这些骇人听闻行为追究责任所迈出的第一步。东突厥散人权观察组织为在印度尼西亚被捕后被引渡到中国的4名维吾尔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东突厥散人权观察组织今天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前发表声明说，2015年在印度尼西亚被捕的4名维吾尔人刑期已满，有报道称他们已被引渡到中国。声明说，我们正在发布新闻稿，以确保东突厥散人不会被返回中国，并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另一方面，美国独立活动家塔希尔伊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宣布他和一群维吾尔人前往华盛顿的印尼大使馆，要求提供有关4名维吾尔人的信息。在东突厥散，数百万穆斯林在集中营拘留，而侵犯人权行为已成为种族灭绝之时，被印度尼西亚驱逐的4名维吾尔人的命运引起了严重的关注和公众的强烈抗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国防部长埃斯珀27日与印度的外长与防长会晤，双方签署了防疫合作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把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作为谋求连任的一个关键部分。蓬佩奥近来一直在努力强化和盟友的关系，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蓬佩奥周一与国防部长埃斯珀一同抵达新德里，参加年度战略对话。目前该地区局势紧张，中印两国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边界发生冲突。蓬佩奥在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和国防部长拉基纳特辛格举行会谈之前表示，今天是我们2个伟大民主国家走得更近的新机会。美印双方将在周二晚些时候签署一项军事协议，允许印度获得先进的美国卫星和地图数据，以提高其导弹和无人机的精确度。美国国务院于上周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8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立坚周一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给予强烈谴责。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中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参与此次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雷神等美国企业，以及在售台武器过程中发挥恶劣作用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冲突和经济衰退造成的风险加重了也门5岁以下儿童的悲惨处境。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今天发布的分析显示，也门5岁以下儿童中的急性营养不良病例达到历史新高，南部地区超过50万例。该分析针对也门南部的133个地区，共有140万5岁以下儿童生活在这里。今年这一群体中的急性营养不良病例增加了近10%，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病例增幅最大，今年至今为止增长了15.5%。